弟兄姊妹平安。嗱，今日咧，我哋嚟講一講喺聖公會，我哋經常喺崇拜當中會見到嘅三個禮儀，就係洗禮啦、堅振禮啦，同埋接收禮。咁我哋先講講洗禮嚇。洗禮咧同聖餐禮呢兩個咧，就係基督教最重要嘅禮儀聖禮。佢哋係源自於耶穌親自嘅命令。咁特別係洗禮，係講到係喺大使命裏邊，耶穌話：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嘅門徒，奉父子聖靈嘅名為他們施洗。咁喺使徒行傳咧，當耶穌升天之後咧，彼得喺五旬節傳道，當時有3000嘅人悔改之後，即刻受洗。嗱，顯明咗洗禮係進入基督教信仰一個非常重要嘅記號。而早期嘅教會咧，主要係為成年人嚟到施洗，但係隨着基督徒嘅家庭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嬰兒嘅洗禮咧，亦都逐漸嘅普及啊。咁喺聖公會裏邊咧，我哋強調就係救恩係神主動嘅恩典。唔係靠人嘅表現或者係人有幾多嘅知識而得到呢個救恩或者係救贖。因此咧，就算係嬰孩，佢冇任何嘅表現，佢冇任何嘅知識，其實佢都有資格去接受神主動嘅恩典。咁而喺嬰兒洗禮呢個禮儀當中，其實個主角並唔係嬰孩，係父母。因為父母喺呢個洗禮當中會為佢哋嘅嬰孩作出信仰嘅告白，係父母喺當中嚟承諾，幫呢啲細路仔咧，係佢哋嘅基督教信仰當中嚟到教養佢哋，讓佢哋成長。咁呢樣嘢咧，同有啲其他嘅宗派會有唔同啦。譬如有啲嘅宗派浸信會，佢哋主張咧，信徒必須要喺自己有足夠嘅清晰嘅認知，自己可以獨立去認信之後，先至可以接受洗禮。所以佢哋只係接受成人嘅洗禮。而聖公會嘅神學咧，我哋認為洗禮其實只係一個信仰旅程嘅起點，而信仰嘅旅程佢嘅起點係上帝嘅恩典。而我哋信心係喺信仰嘅起點之後咧，係透過洗禮之後，喺教會裏邊不斷嘅學習啦，被家庭裏邊不斷嘅栽培啦，喺呢個團契生活當中嘅學習啦，嚟到令到我哋不斷嘅成長成熟。包括小朋友，佢接受咗恩典，佢嘅信心，佢成為咗教會嘅一份子之後，都要喺教會生活裏邊不斷嘅成長嘅。所以咧，聖公會係接受嬰兒嘅洗禮。而洗禮根據公禱書咧，裏邊解釋到佢係一個外在嘅記號，同埋內在嘅一個實質。外在嘅記號就係我哋用水嚟到施洗潔淨啦，俾人睇得到啦。但係裏邊嘅實質就係我哋實際上我哋嘅罪被赦免啦，我哋已經重新得救，我哋加入咗基督嘅身體，亦即係教會。嗱，呢一個洗禮就係代表咗一個屬靈生命嘅一個起點，一個開端。所以咧，洗禮咧，我哋通常都只會喺眾目睽睽之下先舉行嘅，即係話要喺主日嘅崇拜啦，要喺好多嘅見證人面前嚟舉行。因為洗禮佢從來都唔係一個個人嘅行為或者行動，雖然佢係一個個人嘅決定，我要加入教會，但係你所加入嘅係基督嘅身體，所以咧你嘅決定咧係同成個群體有關係嘅。而對於呢個整個群體嚟講，喺洗禮當中，其他嘅會眾去見證咗你作出承諾加入呢個教會，同時所有嘅會眾亦都承諾會陪伴你喺呢個信仰當中嚟到成長。所以洗禮唔係針對呢一個人，洗禮係成個教會所有每一個會眾一齊進行嘅一個儀式嚟㗎。好，咁我哋講完洗禮之後咧，就講第二個禮儀啦，就係堅振禮啦。堅振禮咧，佢嘅來源咧係嚟自《使徒行傳》第8章。當時咧，使徒去到撒瑪利亞，
當時嘅嗰度已經有受咗洗嘅信徒㗎啦，而使徒即係當時嘅教會領袖去到嗰度咧，就按手為嗰啲嘅信徒嚟到去祈禱，使佢哋領受聖靈。嗱，呢個咧就係堅振禮嘅一個雛形。咁後來咧，隨着教會嘅嬰兒洗禮越嚟越多人嘅時候咧，堅振禮咧就慢慢發展成為嬰兒洗禮嘅人佢哋長大之後親自去確認信仰嘅一個聖禮啦，一個記號啦。咁confirmation 啦，聖禮咧，佢其實個原來嘅意思就係堅定自己嘅信仰。信徒咧喺當中嚟到去公開嘅去表達自己一生要去跟隨耶穌並且咧承擔做教會成員嘅使命同責任。而呢啲咧一般係需要由主教嚟到去按手施行嘅。咁點解要用嚟主教咧？主教咧就代表咗當時嘅使徒，即係教會領袖嗰個權柄，係一個屬靈嘅成全而喺透過呢個禮儀咧嚟到堅固呢個信徒嘅信心。而成年人，如果你成咗年先至喺聖公會受洗咧，仍然都係被鼓勵咧喺當主教嚟探訪嘅時候咧，你都接受堅振禮，因為咧兩樣嘢咧其實係有唔同嘅功能嘅。洗禮係你進入教會、進入呢個信仰嘅一個記號，而堅振禮咧係一個被差遣、被建立嘅記號，即係一個係進入嘅記號，一個係成長嘅記號。兩樣嘢咧係相輔相成嘅，係幫助信徒喺信仰裏邊去成熟，令到自己更加清晰自己嘅使命嘅一個記號。咁而喺聖公會裏邊咧，就只有主教先至可以施行呢個堅振禮，因為佢係使徒所成傳落嚟，象徵住呢個教牧權柄嘅象徵嚇。而接受呢個堅振禮嘅人咧，佢亦都再一次嘅去宣告自己屬於基督，願意跟隨佢，而領受主教透過按手祈禱所為你禱告所祈求嗰個聖靈嘅恩賜俾你，去進入一個更加成熟嘅階段。好，最後一個我哋要講嘅咧就係接收禮啦。接收禮咧係適用於嗰啲佢哋喺其他嘅正統教會接受過洗禮嘅人當佢哋希望進入聖公會成為聖公會會友嘅時候咧嚟到使用。因為咧聖公會咧，我哋唔主張重洗，我哋認為喺基督嘅信仰裏邊咧，一主一洗，即係話咧你只要接受過一次嘅洗禮得啦。只要你嗰個洗禮嘅教會佢係正統嘅教會，佢係承認三位一體嘅神，佢哋係承認呢個歷史裏邊嗰個信經。咁我哋聖公會都接受呢啲嘅洗禮，並唔需要再洗只不過咧，我哋係用接收禮嚟對作一個公開嘅承認同埋表達，去接納你加入聖公會呢個大家庭。咁有啲乜嘢嘅要求先至可以接受呢個接收禮咧？接受者咧就需要有幾樣嘢啦。第一，你一定要確認聖經係我哋信仰同埋生活裏邊嘅最高權威，即係聖經係神俾人最高嘅啟示。第二點，你要接受喺歷史當中所形成嘅尼西亞信經同埋使徒信經啦，佢哋就係我哋從聖經而嚟嗰個信仰嘅總結。而第三樣咧就係你接受我哋聖公會所使用嘅主教制度嚟到去管理教會並且係願意加入一個地區嘅教會啦，成為一份子成為呢個團契同埋侍奉，咁你就可以要求成為聖公會嘅會友噶啦。而呢個主持咧，亦都係由主教嚟到去做嘅咁亦都係象徵住咧呢個信徒佢正式加入聖公會嘅團契咧，就唔係單單加入地區嘅教會，佢加入咗成個全球聖公會嘅大家庭
係表達咗一種嘅合一嘅見證。嗱，今日咧我哋講咗呢3個禮儀啊，佢哋都唔單單係簡單嘅表面嘅儀式，其實佢係我哋信仰旅程裏邊咧3個唔同嘅好神聖嘅時刻。洗禮係代表咗我哋與基督嘅聯合，我哋有一個信仰，我哋一個新生命嘅起點。洗禮係一個外在嘅標記。堅振禮咧係對嬰兒洗禮嚟講，佢哋係親自去再一次確認自己嘅信仰啊，係以前父母代佢確認，今日佢自己去確認。但係對於成年人嚟講咧，呢個係領受聖靈賜落嚟嘅大能，並且係被聖靈差遣，令到你嘅信仰成熟成長嘅一個外在嘅記號。而接修禮係為咗一啲喺其他教會接受過洗禮，而家可以進入聖公會一個大家庭所作出嘅一個見證同承諾。聖公會就係透過呢啲嘅禮儀，去將我哋呢一代嘅基督徒同歷代嘅聖徒，仲有信仰裏邊嘅傳統結合喺一齊。呢個就呼召我哋同歷代嘅信徒一齊喺今日我哋嘅時代裏邊去忠心跟隨基督，活出合一嘅使命同埋呢個群體嘅生活。最後咧，我哋有2個討論嘅問題啊。第一個問題就係我哋講到洗禮咧，其實唔單單係一個個人嘅決定，其實佢都係關乎成個教會嘅一個儀式，一個標記嚟嘅。咁你喺洗禮裏邊咧，不論你係被人施洗啊，定係你係為人施洗，又或者你係參與喺一個洗禮嘅崇拜當中，你有冇感受到你嗰個作為一個位置啊，嗰個唔同嘅位置裏邊，你所感受到成為成個群體或者成個儀式當中嘅一部分呢？定係你只係感受到你係一個旁觀者呢？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喺今日嘅討論裏邊咧，有啲可能你唔熟悉嘅聖禮，你對呢啲嘅禮儀有冇一啲新嘅認識呢？咁邊啲嘅環節係可能你以前都唔係好明嘅，今日你明咗之後係特別對你有感觸嘅呢？大家都可以嚟分享一下。好，今日我哋就講到呢度啦。